现代台语版圣经合解书第2章7月2日，上主通过先知合解传话讲：当你着甲撒勒铁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瑟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，以及所剩的人民讲：恁这个要活地的人，什么人捌看到这个殿古早的荣光？现在恁看到的是什么款？伫恁的目睭前，敢毋是什么拢无？上主讲：所罗巴伯着坚强，约瑟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着坚强。上主讲：所有住伫这个地的人民着坚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：着做工，我甲恁同在。这是根据恁出来急的时，我互恁的应允。我继续甲恁同在，毋免惊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阁无偌久，我要阁一遍，互天、地、海甲大地拢摇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我要互万国摇绝，互万国的财宝运来遮，互这个殿充满荣光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云是我的，金嘛是我的。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：升起的殿的荣光会超过早前的殿的荣光。伫这个所在，我要赏赐和平繁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。大流士即位第2年9月24，上主对先知合解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你去见祭司，甲因问有关律法的问题。若有人用3句包奉献规成的肉，然后3句去夹着饼、汤、酒、油，也是其他食物，迄个食物敢会当算做圣？祭司应讲：袂。合解阁讲：若有人摸着尸体煞无清气，伊摸着的食物敢会算做无清气？祭司应讲：迄个食物算做无清气。然后合解讲：上主讲，这个子民，这个国伫我目睭前就是安尼，因的手所做逐项工作，所献逐项祭物嘛拢无清气。当恁着用心检讨，伫上主的殿重建以前，恁安怎地过日？有人去五谷堆，想讲会得到20斗小麦，只有得到10斗；去酒池，想讲会得到50桶酒，只有得到20桶。上主讲：我用火烧风、变害、冰雹甲恁处罚，恁还无悔改。对今仔日9月24，就是下上主圣殿的地基的日起，恁着用心检讨，着省察。仓库呢也有种植无？虽然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拢还未结果子，毋过对今仔日起，我要赐福互恁。上迄日就是9月24，上主第2遍对合解讲：你去甲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讲，我得要互天甲地摇绝，推翻列国的势力，搁将之因的权力，车倒战车甲赛车的，互马死兵亡，军中兄弟互相残杀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
撒提个囝，我诶仆人扫罗巴伯。我上主讲，伫迄日，我要用你做我诶手指印，因为我有拣选你。上主万军诶统帅安尼宣布。